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元旦哦，今天新年第一天，2026年，来这个打的这个叫什么款？泥鳅贝手镯，我看现在市面上好多人打泥鳅贝，但是纯实心的，好看，来看一下啊。好，泥鳅贝亮面的啊，看一下好漂亮。原先是7克多一点，然后要求47克，对吧？剩一点抵工会，是这意思啊。好，是7.01，对吧？你检查一下。好，来，你看细节，摸一圈，里面钢印很清晰，你看一下，好看，好看吧？可以啊，细节可以，钢印看一下，钢印在这里，你自己看。你可以吧？你戴一下看大小啊，你感觉？啊，给妈妈戴对吧？哦，给妈妈戴好像大小不行，再拿过来给你调。你能戴，你妈比你瘦一点，是瘦多了，那肯定可以戴了啊。好的，好漂亮。